多谢雅心，同款是社会案件。顶个月中台北市有一个负责人坐社区的电梯哦，看到厝边无挂好喙掩尔，好心甲提醒，想袂到呢，对方是见笑转上去，举米缸刀啊，都甲抬超过30刀。这个负责人规身躯拢是伤，虽然讲当时保全的随报案，伊毋过咧警方到现场时，这个厝边议员情绪真激动呢，搁咧大细声，甚至搁要共站要共踢。检察官就是讲，这个人啊，这个厝边啊，当时有化工要好死，而且拢是向地面部位伫共攻击。昨伊才有杀人未遂罪起诉这个嫌犯，请求法院加判重刑。检警全力压制情绪激动的小姐，伊要是唔肯就范继续抵抗，互员警铐起来，因为伊伫社区的电梯内底摕米钢刀攻击别人。一把扯我头发，踢我、拽我，朝我眼眶挖眼睛，所以造成我右眼的右上角膜破损。负责人的头骹手疼20外针，事发了后3天，伤痕也是真清楚。虽然嫌犯红法办，不过因为无钱，检察官予伊用2000块交保候团。嫌犯搬入社区2个多月，和负责人无熟悉，干那死劫影响情绪，交保了后，予卫生局评估的强制送医接受治疗。代志是因为双方坐社区的电梯，负责人好心提醒小姐喙暗无挂好动，摕武器攻击，甚至阁对目睭下手。虽然小姐讲当时只是要堵对方的目睭，不过检察官认为被害人的伤势拢是地面部位，看到的证人证词嘛讲小姐伫案发的时阵各发2摆，想要共抬死。连警方到现场，伊阁继续共拍，检方以杀人未遂罪起诉嫌犯。要认定主观的故意呢，还是要用客观的证据来认定。那因为这个案件当中呢，除了伤口之外，加上我们这位用美工刀砍杀邻居还有挖眼的妇人呢，他也有讲说要你死，所以检察官依据这些证据来认定，确实呢，这位妇人是基于杀人的故意去做行为。虽然检察官认为嫌犯伫犯案了后态度无好，请求法院重量刑。不过，这位小姐的情绪无稳定，即马伫病院治疗。若是法院认为伊犯案当时辨识能力降低，嘛请法官以刑法的规定来减轻伊的刑责。